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咱来研究一下讲台语的成语。各种定咧讲台湾人爱讲成语，两字要甲斗个变4字，互你好记。唔那哦，台湾人佫爱讲迄个典故接的句，每句甲塔落，共阮互你好记好应用的。头一句咱来讲。讲阮电视台内底有真侪少年家有影搞，人因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真出名。顶港甲下港就是对比啊，无毋对。顶港就是讲北部，现代人来讲下港就是讲南部。啊，顶港有名声，咱就了解啊。对比一个下港，佫较出名。当然啦，咱知影讲布袋戏内底即句话咧讲斗句，有当阵啊翁仔摇出来，你爱看伊是啥物叫嚣的。那小生也是讲老生咧讲。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真出名，这算学老的。毋过若听我叫咧讲咧，讲顶港有名声，下港臭名名。哦，可情啊，毋是雕工要激啦，是讲吼有影听我叫，听听后壁即句有甲转走啦。下港臭名名，就是咧共闹开批评指教的，都毋是咧学老的哦。啊，总讲啦，布袋戏无共角色，讲无共口碑。顶句要补一个下句，顶港甲下港要对比，原来有迄个毋是对比，是加强的哦。我定定看讲，戏台内底若收到人举出来，都会学老。学老讲国情，头拄我咧讲，阮电视台内底真侪少年家，人因是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即句收到人定咧讲，所以即个我，往往戏台顶咱听到讲汉文音，无讲我，讲我啦。啊，有影哩，社会确实，美先生，丑后生，先生不及后生重，后生可畏。真侪少年家拢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咱家己着爱警觉，爱体会，咱爱认真做社会，大家会当肯定。因为熬的人真侪，尤其少年辈，咱爱甲因鼓励，爱甲因欢迎、甲赞成。啊，即句是啥？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，这算对比的。一名当然比二名的较头前，三名比到二名当然较后边。不过吼，后壁即句算加讲，要互你好记的。过来哦，过来一句，我那加讲要互你好记，对比的就是掠龟走鳖。后壁补一句掠情走痴，咱知影三国内底一段出名的故事，魏延踢倒7000丁，正就是孔明暗算魏延会对倒位来，结果掠龟走鳖，小出路却踢倒7000丁。啊，讨海人会想一个道具讲掠龟走鳖，咱规去搭一个掠情走痴，补后壁这句嘛是要互你更加好记啦。